全程冇廢話推翻你對黃金嘅3個常識認知。睇明呢條片下半年貴金屬震盪行情入面，你至少唔會再踩大坑。係唔係覺得最近黃金好似坐過山車，朝早衝高追入去，下晝就跳水，啱啱割肉止蝕，夜晚又拉返上去，市場忽高忽低震盪唔停，好多人拎住央行大手買金嘅新聞當定心丸，結果眼白白睇住金價從高位跌咗近30%，徹底懵晒。先俾你一組真實數據，世界黃金協會最新調研，45%嘅央行計劃未來12個月繼續買金，比例創歷史新高。今年1至5月全球央行淨買金302噸，按年上升12%。但我要話你知，央行買金托嘅係長期底，唔代表短期唔會跌。呢個係第一個認知差。第二個顛覆認知，點解霍爾木茲海峽一個海峽嘅動靜可以牽住全球貴金屬個鼻走？普通人以為地緣緊張就等於黃金避險上升，現實剛好相反，海峽一有風吹草動，油價先升，通脹預期升溫，美聯儲加息預期跟住升溫，反而會打壓金價。呢個就係近期局勢越緊張，黃金越受壓嘅底層邏輯。咁2026年下半年黃金會點走？綜合分析，3季度大機率延續震盪磨底，美元同加息預期仍然係最大壓力。4季度如果經濟數據轉弱，政策轉向預期升溫，金價先有望開啟收復行情。真正嘅高手從來唔賭單邊，學會靈活運用萬洲金業現貨黃金雙向交易 T+0 嘅交易機制，上升做多，下跌做空，即日進出不受限制。震盪行情反而有更多操作空間。關注我，睇明貴金屬底層邏輯。